他。哦，郡主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可能被风吹的吧。哦，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我实在是无路可退了。想不到伯爷还能活到最后。幸亏一直没有遇到郡主，才侥幸活到此时。那此刻遇到我，是有幸还是不幸呢？你要暗算我？我怎么舍得暗算花花呢？发生了何事啊？为何现在战况毫无进展啊？哎，夫人，该不是花花不忍心让程安伯输吧？遇上班话，程安伯恐怕要被淘汰了。为了大业的荣誉，我相信程安伯一定会胜出。依我看呀，他俩肯定是谈情说爱、卿卿我我去了，哪还顾得上比赛呀？姐姐，你别听他的。如今这阿克奇王子看中了班花，只怕他马上就要嫁到远邦去了。难不成姐她又沉迷美色无法自拔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花花，我想一直这样叫你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是伯爷突然这么喊我，我有点不习惯。这是干嘛呀？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又叫我画画。比赛还在继续，伯爷，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吧。花花，莫要怪我鲁莽。我不接受！花花，莫要气了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业。花花，阿克奇，你输了。花花，伯爷，现在我不生气了。郡主，我们赢了。输给自己的女人，我认了。